走进名家，欣赏名段。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名家名段》节目，我是钱慧丽。在之前的几集节目中，我们一同欣赏了金采风老师的许多代表剧目，也深切感受到了金老师塑造人物的功力。而今天我为您准备的是金老师主演的另一部粤剧经典剧目《西厢记》。《西厢记》是粤剧四大经典之一，剧情曲折，文词优雅。1953年，周恩来总理给上海豫剧院下达了排演《西厢记》的任务。当时的演出分为 A、B 两组。A 组是袁雪芬老师扮演崔莺莺，傅全香老师演红娘
而 B 组就是金彩峰老师的崔莺莺和吕瑞英老师的红娘，当时人称小西厢。但是崔莺莺这位相府千金和之前大家欣赏到的金老师塑造的严兰珍和李秀英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而且又是和袁雪峰老师分演 A、B 组，更让金老师感到很大的压力。因此只要逢到袁老师他们演戏相继，金老师一定要到剧场认真观摩，寻找差距。母亲。
天空上一个太平之气，特此他那也未可知啊。母亲，还必有一计在此，月无期，啥有人能配得这病？而今愿与那英雄结为婚姻。1953年的一天晚上，上海华东实验越剧团在北京演出《西厢记》，当时在台上演的是 A 组袁雪芬老师他们。作为 B 组的演员金彩凤老师在边上认真地观摩学习。正在这个时候，周恩来总理走到了他身边，还问剧团的同志：“这位青年演员是谁呀？”剧团领导告诉总理，是 B 组的崔莺莺，名叫金彩凤。你们生热了，莫说掌声，这是小弟你呀，红娘啊，红娘，难道是今日之宴，就随我与掌声的？可不就是你们的合伙人小白菜吗？啊，我听啊，你也不给把两半句弄。神殿马去人思路，中山路有比赛梦。这小姐不要再说了，掌声等句了，快去吧。灵儿娃文字部，莫准秋波。山高太阳玲珑心照条坡，下的阴影如此多。见过母亲，儿啦罢了，请上先生上座。老夫人跟前，小生理当此礼，应跟上座。少不得过恭敬，不是聪明啊！小生告诉了。儿啦，请接了。母亲，跨上街拜了儿的哥哥。呀，这真是不得了！我娘变了卦了。从今以后，你俩是同胞兄妹，一本情谊。这相思军犯太平了。
儿啊，跨上前与你哥哥把债呀。他既然咽不下这肉也进宫，他起了最好日，化作了暖风。请长先生莫因慈悲，小生良在。奉娘这了悲哉。儿啊，若不是你兄长讲究，哪有儿的活命？今日必须要敬你哥哥一杯哦。了今儿贫困人苦难上家，母亲啊，灭了人民还路中。红娘，替你小弟再敬一杯。方才是个小生良才。弟弟，这烦恼深深的了。而今烦恼还有空，他的事就是两真美哦，我有心想把送长中。真美母亲她在旁边坐，上生啊，你不愿我明白，你我从此只差天涯中。张先生，对我几位至亲实为可惜。来，就请张先生莫因慈悲。嗅到他脸上笑红，我知他来在头上，他比头多，他一封私信把这病痛，他不想姻缘相什么。明白的母亲啊，弟弟呀，袁老师他们演出过后没几天，金彩峰突然接到领导的通知，说金彩峰，你赶快去化妆，等着夜戏散场之后再演剧中的赖简和季芳2场，有人要看，这是紧急任务。金彩峰一下子懵了，这么晚了还会有谁来看戏？可也不敢问，只是根据领导的指示认真做了准备。你因此来做什么？
引我云城为子关外公，来闹神也怕让我百心动。药色正好烧香你。姑娘，我有什么心情烧香嘞？既然来了，就胡乱地烧一次吧。小姐怎么玩不来呀？红娘可是一定是小姐来了，带我担起情来。姑娘，哎，你怎么了？没什么。小姐，烧香吧。姑娘，小姐，你听，这是什么香啊？红娘听不出来。小姐，你是谁呀？
谁了没？刚才我们说到金彩峰老师接到领导通知，要他加演赖简和季芳，有人指明要看。等开场了，彩峰老师在台上往台下一看，可激动坏了。原来空荡荡的剧场里只坐了2个人，那就是周恩来总理和他的夫人邓颖超同志。小姐啊，小姐，我专门内外都看过了，连一个人影子都没有。怎么？没有吗？红娘子，我在旧门口早已见到过他了。不在红娘的明吧？啊，小姐，上次红娘她是要来的，你快走吧，走吧，你快走吧。小姐，哎呀，你走呀，红娘，红娘。红娘，小姐，
呀？我好多人在这里烧香，我说有个蛇跳过墙来，你我把它带了下去。花园里我一蛇，给红娘来看看。哎呀，蛇在哪里呀？蛇在哪里呀？啊，我是花园里哪里会有蛇？小姐不要紧，这是一个手蛇。不是，是我有神的说的吗？小姐，你也认识的？谁呀？是张生啊！张生，不管张生李生，因为我把他带了下去。带到哪里去？带到老夫人那里去。哎呀，带到老夫人那里去，不是要挖了他的名声吗？哦，小姐，带红娘来替你吃饭吧。啊，张生，过来，过来呀！跪下啊！跪下！张生，我来问你，是谁叫你跳墙过来的？跳墙过来做什么？谁呀？谁呀？张生，红娘此番话不话，要对你是举中堂话。生生你谁有黑阳生？这次你是半天来啊，黑夜里藏进人家，帮你监听，帮你审来你张生，你知道空山之术被他周公之力，为什么黑夜里跳过墙来？是谁叫你来的？谁呀？谁呀？哎呀，你谁呀？啊，红娘！哎，万一他渡江是什么，万不愿我把他带了下去。小姐，看在红娘的份上，恕少了他吧。看在你的份上，先生大恩，早晚必报。事情极为兄妹，此后有生此心。稍被老夫人知道，先生无意是爱。尽看在红娘的份上，少了他吧。少过你这一招，下次不可。令采风老师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周总理看他演出的第2年，也就是1954年，有一次，总理陪同一位外国领导人来沪访问，有关部门安排了粤剧《西厢记》招待外宾。偏偏不巧的是，那段时间袁雪峰老师正好不在上海。没想到周总理知道了，说粤剧院不是还有个年轻演员金彩峰吗？我看过他的演出，为什么不让他演啊？
1987年，金彩峰老师拍摄了4集粤剧电视连续剧《西厢记》，这对他来说又是一次巨大的考验。既要保留袁雪峰老师所塑造的翠莺莺的优点，又要有自己的特色，还真不容易做到。回想起那段拍摄的经历，金老师自己也说，NG不知吃了多少，搞得我很长一段时间都神经紧张。不过最终的效果还是非常令观众满意的。要人你女儿不慈，也不曾下人你欢愉不允。想长生为长生，是什么贵重群？想长生为长生是什么情百灵？皆相思为救他风流命，为此心也了洽我的女儿听。有关张生和崔莺莺的故事，在我国家喻户晓。袁雪芬、尹桂芳、徐玉兰、王文娟、徐天红等许多老师都曾经演过这出戏。今天我们熟悉的上海越剧院的《西厢记》是在王实甫杂剧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故事在长亭送别时戛然而止。究竟张生和崔莺莺最终能否团圆，是留给观众的一个悬念，颇有曲中人不见，江上树清风的雅致。下不了换笔垂下。
雨露绵泥早，夜边上桥起摇子。你休要一层语言无消息，我这里情来有心病书记，你且休金榜无名死不归呀。今有之言当亲近，这官回来永要亲，你不得官回来陪伴你。老夫人替你等错。身上毛发，你先等错吧。那是谁只怕等错吧？碧云天，黄花地，金彩峰老师塑造的翠莺莺，留给了我们难以忘怀的印象。那么，除了翠莺莺之外，金老师还有哪些令人难忘的舞台经典呢？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一同欣赏金彩峰老师的精彩表演。观众朋友们，我们下集节目再见。哪个不是公子王生？我只为见你的才要讲，为才不言你人清贫，我才就逃跑吕蒙正算不算富贵？不